台北市环保局有一名姓黄的清洁队员，甲民众无爱拼去回收的电锅捡倒转来，送互一个伫咧捡资源回收的负责人，互依照贪污罪嫌起诉，引起议论。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，合议定4届减刑，今仔日改判刑3个月，假罪2年，体罚公权1年。出电的清洁队员是甲回收的电锅炸走，转送互曲本所的负责人，仿照贪污罪嫌起诉。这案经过法院的审理，合议定4摆减刑。涉及照贪污的侵占职务上持有的非公用私有财物罪，一审判刑3个月，假罪2年，体罚公权1年。我纯粹是好心的。之后还会，比如说看到，就是还是会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子。会啊。下当这一摆减刑的关键是包括符合的犯罪了后自首，侦查内面自备侵占的财物价值干32.56块，属刑责较轻，含刑法59条增添民事的减刑规定。被告应忠实执行该职务内容，所为呢实非可取。那考量被告犯罪后坦诚犯行，衡佐他的相关的犯罪动机，量处被告有期徒刑3个月，那可以缓刑。涉案的这个姓黄的清洁员虽然讲得到假罪，但是互体罚公权，伊伫台北市环保局的工作未来敢有法度继续做？他是心情有比较低落，因为他就是比较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这样没工作。有转达，就是我们这边会朝着就是尽量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权来努力。那专案是引起讨论，这种细条钱的涉贪案件嘛引发关注。亲像进前着军华防部少将前参谋长韩武平，刚摕2880块的加菜金去用，招待下骹人下面的家属，中方判4年半落尾得到特赦。即马法务部已经提出修法，面对细条钱贪污的案件，只要符合要件，增加法官的减刑空间，甚至会当免刑。这一次的修法有包含说，可能也可以让检方有不起诉或缓起诉的空间吗？这个罪本身是不符合我们缓起诉期的所谓的轻罪，所以即使这样子修，检察官还是没有办法做缓起诉。那这部分也是一个可以研议的方向。光是用小额这件事情来定位这个修法，我觉得就有点危险啦。不要说只有小额，然后它其中还牵涉到就是危害，还有恶性，还有它是不是为自己或他人的私利。相关的修正草案已经伫咧行政院审查，但是法务部强调讲，这摆的修法的内容并无去修改检方起诉裁量权的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